喬家大院呢，離開太原市區50公里，好近嘅。但係因為佢係商業化得滯，價錢票價又貴，咁啊俾人搣咗5粒星，而家就唔係5星景區，個個都話唔好玩。咁啊，不過嚟都嚟咗咯，咁啊都去睇下啦，橫掂又唔係好遠啊！我哋而家揸車去望下啦。喬家大院係清代著名嘅晉商喬致庸嘅府邸，最初係喺清乾隆20年開始起嘅，經過好多次擴建、增修，終於成為成座封閉式嘅城堡。因為導演張藝謀同鞏俐喺度拍咗套戲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，同埋喬家大院嘅電視劇都係喺呢度取景，所以喬家大院喺山西旅遊界響當當。呢座係喬致庸同埋佢子孫4代同堂嘅雕像。呢個就係喬貴發，佢出身貧寒，靠做豆腐起家。入去喬家大院，梗係有代客泊車啦。唔係，係代客泊馬，咁包括幫你餵埋隻馬、洗埋馬呢啲服務，免費嘅。喺清朝洋務運動之後，大量嘅外國商人嚟到中國。咁喬家同外商嘅貿易亦都越做越大，話你睇下，熱帶嘅香蕉都有得食啦。當然啦，喬家最重要嘅業務咧就係票號，即係而家嘅銀行。呢個呢就係當鋪，朝奉係驗收緊呢啲抵押品。喬家大院就坐西朝東，建築總面積係8700幾平方米。由6個大院裏面套住20幾個單位，加埋有313間房。成座大院唔單止夠大，佢嘅裝修好靚，佢嘅磚雕彩繪嘅裝修呢係成個山西最靚嘅屋。大夫第係喬家大院建築群嘅第一院，係清朝嘉慶年間起嘅，喬貴發個仔喬致庸嘅父親喬全美所起嘅。大夫第呢個匾額係文職官員嘅私宅專屬稱謂，係5品以上嘅官先可以叫嘅，係顯赫嘅身份標誌，承載住喬家商而優則仕嘅家族理想。呢個正門嘅福德祠，從前喺呢度供奉嘅神佛，而家冇咗喎。喬家大院喺山西唔係最大嘅民宅，但係精美程度咧，應該係第一等啦。張藝謀喺呢個深遠高牆、雕梁畫棟嘅大院裏邊，就拍出咗一套威尼斯影展攞獎嘅電影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，戲劇效果好震撼嘅。呢架就係喬老爺嘅私家車，因為商人嘅身份只可以盤膝而坐。呢個係大廚房，燒造嘅柴火口喺屋外面，咁避免啲煙火污染美食，真係講究啊！大紅燈籠高高掛，裏面嘅鞏俐就飾演10幾歲嘅女學生，年輕漂亮，嫁咗去喬家大院做四姨太嘅古仔。似唔似啊？訂燈，今日點你燈啊？喬家能夠喺明清時代一直壯大發展，嚴謹嘅家風十分重要。
所有僑家子弟規定呢，唔准納妾，唔准賭博，唔准嫖娼，唔准吸毒，唔准藥僕，唔准酗酒。呢個係僑家大院裏面三寶之一，犀牛望月鏡，用東南亞鐵梨木雕刻，有成噸重啊！第二寶貝呢，就係萬人球，係水銀玻璃球，掛咗喺客廳，就當360度監控。八國聯軍侵華，慈禧同光緒呢，就走難去咗山西，曾經暫時住喺僑家大院。咁僑家就提供食宿，仲送咗10萬兩銀俾慈禧。咁慈禧返咗北京呢，就送我呢對宮燈俾僑家。當年左宗棠要收復新疆，僑家票號就係大軍嘅專屬銀行。軍費緊張嘅時候，就幫佢周轉，協助兌匯，為咗西征勝利，立下咗汗馬功勞。咁喬致庸亦都因為呢一次合作，由一個地方富商變成天下聞名嘅財主。僑家嘅生意越做越大，除咗票號，仲有錢莊、當鋪、糧店200幾棟，資產最高去到幾千萬兩銀，係僑家最輝煌嘅年代。去到清朝末期，外資銀行內官辦票號呢，就衝擊市場。後來民國初年軍閥混戰，咁啊更加使僑家票號業務遭受到致命嘅打擊。1953年社會主義改造，私營工商業全面公有化，咁僑家剩餘嘅產業收歸國有。僑家大院亦都成為政府機關嘅辦公室，亦因為咁呢，喺文革期間呢，就未受到破壞。呢度係僑家嘅後院，而家仲有好多商店喺度營業。裏邊係僑家宴客嘅戲台。以前每年嘅年底，全國嘅掌櫃呢都返嚟僑家大院開會結數，然後舉行晚宴。呢個戲台而家搞到好商業化，所以呢，僑家大院因此失去咗5A景區嘅資格。而家雖然票價就由138就降到115，但係比起故宮嘅門票呢，仲要貴成倍。不過如果你唔介意呢，僑家大院都可以嚟睇下嘅。